登入帳戶之後，喺 Dashboard 中點選 Properties， 然後按 Create Property 新增物業，輸入物業名稱以及詳細地址，包括城市、省份、國家同郵編，選擇物業類型，填寫物業資料。如有需要，可以上載房產證明文件，亦都可以加入備註。確認資料無誤之後，按 Create Property 完成建立，跟住前往 Leases 頁面，按 Create Lease。輸入租客嘅入住日期，並選擇對應嘅物業名稱同埋單位。如果係分租，可以按 Create Unit 新增單位名稱；成套出租就選擇 Whole Property。之後填寫每月繳租日、租金金額、持卡按金、租金押金。如有額外月費或者其他押金，亦都可以一並加入。上載租約文件之後，按 Continue， 然後輸入租客姓名、電郵、電話、出生日期、線號碼為選填。如有共同簽主人，請勾選 Co-signer， 亦可是需要加入租客備註。最後按 Add Tenant 租約便成功建立。下一步即可邀請租客授權，開始記錄租金，並建立正式嘅信用記錄。俾信任由呢一步開始，加入 Report Rentals。